大家好，我是春妞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适合棉花糖女孩的大尺寸大罩杯内衣。那像我之前在 FB 粉专有分享过，就是去大成内衣的实穿。那很多人想要敲碗看影片，那今天就是简单用影片跟大家分享心得。那我之前呢，就是有去大成内衣的中立门市，那其实它全台湾门市还蛮多的。除了中立以外呢，像新竹啊，然后台中的一中街、逢甲其实都有店，很多店铺。那他们的店呢，都是打造出就是很宽敞、很舒适，然后还有都会有那种男友置放区，可以让你放老公、放男友，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挑内衣穿内衣。那像我去的中立门市呢，它是营造出一个那种完美的那种风格，然后整个空间呢很明亮，还有特别做一个挑高，所以逛起来其实你是没有压力的。然后试穿间也都很美，然后很大一个。那我上次呢，就是实际去门市试穿。那买内衣呢，还是经过试穿师精准的判断，我觉得会更准确。那像在大成内衣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流程就是非常快速的。我上次挑内衣大概半小时就可以完成。首先呢，试穿师会先帮你量尺寸，然后很精准的判断出你是适合什么样的罩杯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在罩杯的那个罩杯的区域就挑选你喜欢的款式跟颜色。第三个就是直接进到更衣室试穿。所以呢，它整个流程是非常的迅速。那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门市实际试穿。那如果你去过1-2次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大概可以抓你喜欢什么样的尺寸，那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购买了。那我这次呢，在大成内衣实际试穿以后呢，也挑了2款内衣来跟大家分享啊。第一款是这个风花雪月机能凉感内衣，那这款呢是我在门市试穿到的时候就超喜欢的一款，因为它穿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显白，然后它的花色也超级漂亮。那呢，它针对大罩杯的女孩呢，就是有推出，就是它侧边啊，或者腋下的斜边这边都有去做加高，然后去包覆它。然后内里呢是做双胶条，可以很稳定、很支撑。那像我们有时候动作比较大的话呢，大胸很容易跑位，那它又多了这个双胶条支撑，它就比较不容易跑位。那我觉得这点超级重要。那它的颜色呢，就是有像我现在手上这个冷花蓝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枫花紫，然后就是比较偏粉粉的颜色，穿起来呢一样也很显白可爱。那它因为它是做比较大罩杯，它尺寸的话就是从E cup 开始起跳，一路做到 G cup。那我现在穿的尺寸呢是E40。那我觉得这款呢，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，也蛮推荐的。再来我挑的是一款无钢圈内衣，那我觉得这个酒红色穿起来也很显白，然后它这边呢有做一点这样很可爱的点点，然后到罩杯上面呢有做这样子网状的微透纱，那我觉得若隐若现的有点小性感。那无钢圈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穿起来没有束缚感，很舒服。那大成内衣他们家的无钢圈呢其实有非常多款，大家在官网上可以看到，各种不同的款式，然后或者是花色都有，然后有蕾丝的，有一些比较镂空小性感的。那它的罩杯呢都是采用70%的棉质，还有就是高蛋白的纤维，所以你穿起来会觉得超级亲肤，很像穿起来像没穿的感觉。那我觉得无钢圈就是要追求这种舒适感。那它的肩带呢都是有做2公分的加宽，所以这对大胸女孩来说呢，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好的支撑力以外呢，我们肩膀呢也可以减压。那我这款穿的是 XXL， 是他们的最大款。那这款就没有配内裤，那如果要配内裤的话，可以参考刚刚那款，或是官网上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或是有些罩杯或是尺寸上选择疑问呢，也可以留言问我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